在屏东舞台，昨昏有5个人去山顶拜访朋友，原底是要挽叶仔来包粽，不过却是去挽到倒掉的古翠花、麦刀花。这几个人食落了后，出现幻觉、甲戆神，交在报案了后，互平安送落山。医师讲，这种花规丛拢有毒，食落到地上严重，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。 搜救人员派登山去救装备，陪身体无爽快民众落山。屏东县消防局2到下晡5点外接到报案，讲有5个人到舞台乡旧好地部落拜访朋友，敢若要挽这个碧果草叶包山地上。刻意挽着形状敢若像大花曼陀罗2、5只出现梦想、蛇形，还有皮肤红只症状，对外要求救助。于30日0时36分接触患者。 5名患者皆为意识清楚，其中3位症状较为严重。屏东县消防局讲，这4男1女是伫排队三地门乡入山，30天要跟间接触的时阵，人拢有清醒，3个人症状较严重。经过补充水分，天光的时阵拢有较好一点啊。由搜救人员护送落山，不过5个人互查出无依照规定办理登山的保险，消防局也来甲伊开罚单，相当会使罚5万。不过相关5只着情况，9月大东比南乡上山的护林人，5家这大花曼陀罗的叶啊当做蓝花叶，生食引发中毒，送医治疗。动物科医师提醒，若食到大量的大花曼陀罗，上严重的无溃，也有分期，有性命危险。 刚开始的症状会出现口干舌燥、心跳变快，然后有些民众会出现一些幻觉。那如果吃了大量的大花曼陀罗，就担心说严重的话，他可能会呼吸衰竭，可能会心跳过慢、休克，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所以还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。大花曼陀罗的叶子是我们甲酸浆这个叶子的大概2倍到3倍大。甲酸浆 叶面深绿色，叶背浅绿色。大花曼陀罗双面都是一样的颜色。食物专家强调，应用2种的食物外观来分别：碧果草叶摸起来粗粗，两面色地有深浅；也若大花曼陀罗叶啊是这个碧果草叶2-3倍大，两面相款色地，而且规株拢有毒性，民众爱特别细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